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願天父嘅慈愛、基督嘅聖寵、聖神嘅恩賜與你們同在，也與你嘅生命同在。各位弟姊妹，現在我們全能的天主聖父，我們為了你夢想的光榮，讚美你、稱頌你、朝拜你、獻揚你，感謝。主耶穌基督，獨生子主天主，天主的羔羊，聖父。對生命有一啲讀經，恭讀宗徒大事錄。那時候，伯多祿說：你們都知道，在約翰宣講洗禮以後，他的仁慈永遠常存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哥羅森人書，弟兄姊妹們，你們既然與基督一同復活了，就該追求天上的事，在那裏有基督上看見了什麼？我看見永生。基督，我的希望已經復活，他要在你們之前到達。我們要歡欣，慶賀主的復活。一週的第一天清晨，天還黑的時候，瑪利亞馬達勒啲新教友咧，我去考試啊嘛，係咪啊？如果我唔問問題咧，佢都唔開心，所以我想大家開心。阿Simon得唔得？第一個問題。好 ，OK，very good。尋日咧，當漢書記講到嘅時候咧，關於領洗咧，你記唔記得佢講乜嘢？即係你記得嘅，你可以講。印象最深刻就係咧，我哋領洗咧，咁首先可以除去我哋從亞當同夏娃繼承嘅原罪啦。佢冇講亞當夏娃。我哋領咗洗之後咧，要睇聖經啦，成為地上嘅鹽和光啦，每日祈禱啦，跟住繼續翻教會咁樣，即係唔好當咧領咗洗係全部咧，即係你領洗只係一個開始嚟嘅，要不斷先有進步，都係先有進步，不斷先有進步，都係先有。邊個幫你洗禮？湯書記。湯書記。邊個幫你見證？放見證？湯書記。邊個幫你送聖體啊？初領聖體？湯書記。好，very good，俾啲人。婚姻一次，very good。成堅實。堅實，very good。咁啊，後邊嘅人會講其他嘢。繼續講一次嗰啲嘢。係一次。或者你想講多過一次啊？你講啊，唔緊要。修和啊，修和聖事好，有份我先啊，即係白多樂之後咧，叫咩名咧？大咗之後，心樂。請為普世教會的主教、司鐸及執事們祈禱，願他們時常保持熱誠，分施復活恩賜的聖事。聖體、聖血，他不願捨身受難至大喜，這就是我的身體，將為你們而犧牲。求你今天常得我。大家互祝平安。
區報告：離散後請各位車主盡快將車輛駛離停車場，方便下一台離散進行。現在請牧民議會會長講幾句説話，請將天路睇。歡神父、各位新教友、各位生命天陣嘅兄弟姊妹、各位教友，早晨。咁首先我代表牧民議會祝大家復活節快樂，身體健康同埋天主保佑。咁亦都恭喜我哋尋晚啱啱領洗，亦都領咗堅振嘅弟兄姊妹們啦。咁其實當中咧有我哋幾位，亦都有同我哋一齊上堂嘅 Daniel 啦，今日好似冇嚟，天送叔，仲有 Rachel 啦 ，Brian， 仲有喺台灣嘅七，咁好感恩。咁咧我哋好欣賞 Simon，即係呢一種咁嘅 energy 啊，呢一種咁嘅即係率直啊咁樣，我覺得呢個好難得。多謝你啊！多謝你嘅分享。咁亦都講到即係婚姻聖事咧，成日講啊嚇，即係識女仔啦嚇，最緊要你。OK， 明仔，多謝掌聲，多謝我身後呢一班輔祭喺呢個4旬期至到呢個聖週禮儀咧，每一台彌撒都可以咁樣付出佢哋嘅時間啦，精神。